讲中风是咱国人十大死因的第4名哦，国内每当有1万多人因为中风过往。国民健康署邀请专家甲朋友来教民众安怎来预防中风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他其实就很正常在看电视，那忽然他就觉得他很累。眼睛就看电视，一黑一白，头一摆中风。今年70岁的陈阿姨5年前头一摆中风，紧急送病院，发现是心房震动造成的中风。心悸、胸闷、头晕无力、呼吸急促，4大有感。那3大这个心跳的指标，不表示忽快忽慢、忽大忽小、忽强忽弱，叫不规则，就要当心是不是心房颤动。除了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以外，心房震动嘛会提悬中风的风险。国健署表示，中风爱掌握黄金3点钟，就会当降低失灵甚至死亡的几率。识别脑中风，微笑举手说你好。那厝内有人身体无爽快，想要判断是毋是中风，会使请伊微微啊笑，观察伊的面敢有歪一边，叫伊举手看讲敢有一支手无力。那讲话嘛是无啥清楚，就要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因为119会送到对的地方，紧急的处理这个是专业的事。你如果送到这个没有在处理中风的地方，那其实是把时间给那个延误掉了哈。国健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爱戒烟、食加油、加糖、加盐的物件，规律运动等等，调整生活习惯，定期观察身体状况，就会当预防中风发生。记者林淑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